6个男性宫庆祝着5日节，除了开放民众来领5时水，嘛举办骑人的比赛，搁要教乡亲安怎做香茶啊！为了迎接5日节，斗六市南圣宫伫5日节这日天有办真热活动，除了有开放民众出5时水，更加有骑人的比赛。南圣宫呢，因为它有那个地下涌泉，哦，也是上重要。尤其是端午节，那讲5时水，哦，那时候我们取那个地下涌泉，还有一个立蛋，还有就是那个亲子，那个香包的制作，亲子 DIY。南圣宫表示讲，虽然讲这个天然的出泉是伫3年前发现的，不过经过当地80多岁老大人的讲法，讲伊细汉的时都听到水滴流的声，可见这个出泉已经存在真久啊。为了保存这个泉水，庙方特别将这个水泉引到庙内九龙池，同时邀请信众5日节时去闹热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